昆山科技大学思想系以叙事浮沉作为毕业专题，将历史、艺术、勘定文融入学装设计当中，同时把发表会搬到安平的军南顶面。今年是台南的400年，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一起办这个活动，然后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台南。特别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这是真的是台湾第一次在军舰上办花秀。不管是底下艺术，也是历史风格，每一件作品都会当看到学生的创意。规暗的专业演出和活动规划，拢互到场的贵宾相当娱乐。昆山科大里面，长期对于这个国际时尚这个教育也好，或者是表演展出的这些人才培育跟这个事业上面的结合得非常的好。伫为期3个月的时尚季当中，唔能互学生发挥的舞台，同时突破教育现况。替时尚产业界培育更加侪人才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